各位朋友好，又係我揸 fit 同大家講下2025年12月14號星期日沙田嘅國際賽事。聽日呢，我係會提供第3場俾大家參考嘅。喺呢一場馬呢，我投注咗2注飛，大家可以喺片尾嗰度睇到。第3場嘅4班1200米，今場馬我嘅初選呢，就係1號嘅勇者為王，3號嘅包裝戰將，6號嘅福聚，8號嘅懶蛙，同埋14號嘅幸運愉快。1號嘅勇者為王呢，係一匹質素非常好嘅馬。咁上一場初出呢，我已經有推薦俾大家。咁喺嗰場馬呢，佢係贏得非常之輕鬆嘅。咁佢贏咩馬？贏嗰匹大愛無疆。大愛無疆呢，一出呢已經贏1200米，而且呢所做嘅時間呢，亦都係非常之好嘅。咁但係呢，一遇上呢匹勇者為王呢，冇得揮啊！咁勇者為王輕鬆贏佢個幾馬位。咁贏咗馬之後呢，就加8分，咁60分仍然可以喺4班出賽。呢匹馬呢，係一匹非常之容易控制嘅馬，你想去快又得，你想去慢又得。咁你一推騎俾佢呢，佢即刻有一個反應俾你嘅。咁今次由莫亞跑排一個7檔，咁睇翻同場嘅對手呢，我相信呢匹勇者為王呢，今場馬呢係好大機會，我係好睇好佢嘅，所以我揾佢作為馬膽。3號嘅包裝戰將呢，出賽過2場，一出呢贏呢個路程，咁嗰場馬呢，佢贏嘅時間都唔錯，1分08個69，但係贏嘅對手呢唔係好叻，贏嗰匹辣得準，咁只係贏一個頸位嘅啫。跟住再出呢，咁呢就跑過第5，但係嗰場馬呢，佢沿途喺前碟嗰度嚟跟呢，係一場超快步速之下呢，末段呢就力弱。咁今次呢，排一個好啲嘅檔位，排一個2檔。今場呢，估計呢，佢唔會跟咁前啊，我估佢會留住喺4-5位呢，然之後呢逐步推進追上嚟。咁今場馬呢，其實拖腳呢唔係咁容易，有6、7匹馬呢，嗰個實力都幾接近嘅。咁冇乜馬揀之下呢，就揀呢匹3號嘅包裝戰將呢，我估佢有機會走入配腳。6號嘅福聚呢，出賽過3場，一個第2，一個第6，一個第3。咁3場馬呢，佢輸俾頭馬呢都唔係話遠嘅。咁睇呢一馬呢，跑嗰3場馬呢，似乎1200對佢嚟講係嫌短咗啲嘅。其實我覺得佢應該可以加程跑1400嘅。咁佢嗰3場馬呢，嗰個末段嗰個走勢都唔錯。咁最近跑第3嗰場馬呢，佢排一個13檔呢，沿途都跟得幾後嘅。咁直路追上嚟呢，跑個第3輸俾頭馬個幾馬位呢，末段做22個52呢，呢隻馬呢，留翻一段嚟衝呢，就好過去跟前啲。咁上一場麥道朗都跑過呢隻馬呢，對呢匹馬呢有一定嘅認識。咁神貨所見呢，我覺得匹馬呢嗰個狀態呢，有啲進步嘅，比佢上一場呢跑第3嗰陣時呢仲更加好啲添嘅。咁呢匹6號嘅福聚呢，我覺得佢都會有機會跑得近嘅。8號嘅懶蛙呢，睇呢匹馬呢個質素都唔錯嘅，就跑過1場。咁後上跑過第3，咁輸俾頭馬呢係2個幾馬位。咁我揀佢入圍嘅原因呢，就係佢可以贏到嗰匹初出跑第2嘅佐治傳奇。咁佐治傳奇呢係嗰場馬嘅大熱門，佢喺最嬲尾嗰幾步呢係趕過呢匹佐治傳奇跑第3。咁佐治傳奇呢啲人都話佢唔錯嘅馬，咁佢可以追過呢隻馬呢。咁所以呢，今場馬呢，我就揀埋佢。咁雖然呢匹馬呢仲係比較生啲，咁睇下跑質素可唔可以跑翻一個冷門嘅連贏配腳。14號嘅幸運愉快呢，出賽嘅次數少，總共都係跑咗6場馬。咁頭嗰5場呢都係跑沙田嘅，就表現麻麻地。但係呢，最近呢谷草跑1200嘅路程呢，咁後上跑過第2呢，末段嘅走勢都唔錯。咁今場馬呢冇乜馬揀之下呢，揀埋呢匹馬入圍啊。咁勝在磅輕，
同埋出賽次數又少，未見底，排一個6檔。咁由蔡明紹跑呢，咁今場馬呢，我覺得都可以預埋佢嘅。第3場嘅連贏及位置連贏1拖368，三重彩單 T 4重彩4連環1拖36814。第3場嘅4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1名嘅馬膽1號，第2名嘅馬膽3號、6號、8號、14號，第3名嘅馬膽3號、6號、8號、14號，第4名嘅馬膽3號、4號、6號、8號、10號、12號、14號。呢一注飛呢，總共係60注，1蚊一注呢，總投注額呢係60蚊。第3場嘅3重彩指定位置馬膽，第1名嘅馬膽1號，第2名嘅馬膽3號、6號，第3名嘅馬膽3號、6號、8號、14號。呢一注飛呢，總共係6注，10蚊一注呢，總投注額呢係60蚊。如果各位朋友有興趣想加入揸 fit 論馬群組，可以用65468512 65468512 WhatsApp 俾我。最後我都係講返嗰幾句説話：小注可怡情，細細注玩下。祝大家好運，拜拜。